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搁来到圣日，咱要借着这个机会，伫这个网顶来讲道，来举行这个崇拜。愿上帝甲咱同在，借着伊的话语来勉励咱、安慰咱，互咱有信心。借着圣灵伫咱内面的工作。来，互咱力量，互咱安慰，互咱平安。咱每一个信主的人，拢有圣灵徛起伫咱的内面。咱有拄着什么艰苦的代志、忧伤的代志、惊吓的代志，咱拢会做咧来到神的面头前祈祷，求圣灵来帮助咱，来安慰咱，来鼓励咱。所以咱免惊因为神甲咱同在。我记得有一摆我去中国探亲的时节，来到这个乡村，听讲这个乡村90%几拢是基督徒。当我行到伫外面的时节，看见每一块厝的门口拢搭红帘，这个帘有写什么呢？拢有写4个字。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咱拢知影伫马太第1章迄搭甲咱讲，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上帝甲咱同在。既然神甲咱同在，咱伫困难当中，伫这个疫情泛滥的时阵，咱有法人倚靠上帝，咱知影神无离开咱。神甲咱同在，感谢主的恩典这是咱做一个祈祷，愿神来祝福今仔日的讲道。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多谢你，看顾保守阮伫这个疫情仍然泛滥，真多人被感染，有的人伫病厝咧，有的人伫厝内伫咧休养，求上帝你看顾保守，互因早日得到医治，我人好起来。主阮也知影，伫这个情形下面，真侪人的工作生理来停止甚至无工作，求主你也怜悯因按照因的需要，因心内的祈祷，望主你的垂听，因为上帝你无放杀阮。你无放弃阮，你是以马内利，甲阮同在。靠着主的恩典，阮人继续向前进。靠着上帝的恩典，心灵内面仍然刚强。华靠主，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你，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有福的结局，耶稣说我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被救主赎回，为神后嗣，从圣灵重生，主血洗净，这是我心喜，或将或唱，赞美我救主，心里欢唱，长叹主慈爱，并受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万千神父主，满心欢喜，天堂的荣耀现在我心，仿佛有天使从天降临，表明主慈爱，并主怜悯。这是我心喜，或将或唱，赞美我救主，心里欢唱，长叹主慈爱，并受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
万事安宁，荣耀的生命充满我心，时刻仰望主，静心等候，不住地祈祷，到主再临。这是我心息，或讲或唱，赞美我救主，心里欢唱，唱得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这是我心息，或讲或唱，赞美我救主，心里欢唱，唱得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各位兄弟姊妹，今仔咱早起所要讲的题目是敬畏耶和华是福啊！敬畏耶和华是福 ，Fearing the Lord is a blessing。敬畏耶和华啊，在旧约当中啊，上帝常常讲到这个敬畏神的代志啊，比如第诗篇34篇第9节安尼讲：耶和华的圣民啊，恁着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伊的一无所缺。感谢主的恩典。这搭英文什么呢？伊讲敬畏耶和华的人啊，一无所缺。什么是一无所缺啊？就是丰富，无欠缺什么啊？咱所需用的，上帝按时来供应予咱，但也是物质、身躯顶面的需要，到心灵内面的需要，上帝按时供给予咱，感谢主。这个敬畏神这项代志啊，是一个命令啊！是耶和华的圣民啊，恁着敬畏耶和华。所以这是命令，无论是古早时上帝的百姓，还是今仔日的基督徒，咱啊，着知影这个敬畏神的重要性，咱的确着知影这个敬畏神的道理，并且咱伫知影了后，咱伫生活顶面啊来实践出来，并且来成做咱一生啊，咱一生追求甲尊敬的目标。敬畏神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属神的人蒙恩蒙福之源。当一个人啊，真正的来敬畏耶和华神的时阵啊，伊啊才有法通摆脱，才有法通脱离一切对伊的生命的破坏，甲心中有一款惊吓撒旦对伊的攻击，这代志通过敬畏神，咱有法通避免咱本身啊，凭着血气来行家己的道路，亲像浪子安尼行家己的道路，违背神的旨意的道路。通过敬畏上帝呢，咱就有法通避免来降服伫这个罪的引诱下面去行怀毋对的道路、犯罪的道路、无道德的道路通过这个敬畏上帝，去真真实实的、真诚的敬畏神呢，
来过这个讨神欢喜的生活方式，求神来祝福。那么，什么是敬畏神呢？什么是敬畏神啊？伊的定义就是敬畏神的意义是一个人啊，对神有这个真深的尊敬，伫伊的内心啊，诚恳诚实的真深的对神有这款的尊敬，并且是顺服上帝的旨意，甲对上帝的这个权柄，伊的公义，甲伊的能力，毋但有存着这款惊得罪神的迄款心，并且呢有一款尊重尊敬的迄款的态度伫咱的心内。所以敬畏呢，中文敬是尊敬，畏是惊的意思但是这个敬畏神呢，毋是单单伫这个惊神这项代志惊神的代志。中国有说敬畏就是尊敬，而且个亲近你敬爱尊敬的，而且个疼的。毋是咱中国即句成语敬而远之，就是尊敬的，但是惊我细汉的时阵我记得我学堂是一个佛庙内面佛庙这个乌牌的后壁摆遐侪大仙的佛佛像真大仙有差不多3-4米悬的可能搁较超过。你拄到厝顶咯，可能看到伊的面真惊吓，毋是敬是惊的。咱对上帝的尊敬而且搁亲近伊搁疼伊，是尊敬的意思。所以伫圣经当中敬畏耶和华、敬畏神这句话伫圣经内面讲真侪摆几若百摆，可见伫这句话是神的命令对咱属神的行理非常重要。对无信主的人，那存这个敬畏神的迄个真义伫伊的内面对因也是真重要。因为敬畏耶和华上帝是一个蒙福的来源，蒙福的来源。那么人就问：为什么？有什么原因？咱就敬畏耶和华神呢？敬畏北美宗教的神，什么大佛大仙佛是毋是撒旦呢？无送。下面几点咱有法通看出。第一点呢，为什么咱着敬畏耶和华神呢？因为耶和华上帝是一位真神，是一位极有能力、有权柄、有权能的上帝。整个宇宙万物是伫神大能的手所创造出来，包括咱人类，也是上帝所做的。圣经讲，上帝讲有就立刻有，讲立就立刻出来，就有咯。所以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时，凭着伊的权柄，凭着伊嘴内所讲的话，带着权柄力量，甲上帝的完全的智慧来创造天地万物，包括咱人。所以呢，咱人被造者应该
对这位创造者就有一款尊敬的态度，一个敬畏伊。第二，为什么咱要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神呢？因为直到今下日，神仍然用伊的权能来掌管着整个被造之物，甲咱人类。所以，咱应该对这位上帝，要存着这个敬畏的心。咱看这个主宇宙万物诗人讲当伊目睭看这个天顶的时阵看到上帝用伊的手所做的全万物星球咯、日头咯、月亮咯，全星象，伊就对伊的内面上帝你真伟大可以存着一款的敬畏的心当咱人来看到上帝伊的伟大的时阵看到上帝的创造的时阵咱应该着存着一个敬畏心伊直到现在伊仍然用伊的权能人来管理这整个宇宙甲人类。现在咱的这个星球咱这个太阳系凡在照常的真有气势的伫咧运行着。换长神一个帮手，无管理，毋去管理在，咱这个宇宙，咱这个地球就毁灭咯。为什么呢？因在星球无按照伊的轨道来行，就彼此相争相弄咯。那咱就毁灭咯。咱今仔日看见春夏秋冬这个四季照顾伫咧运行的时阵上帝供给咱太阳，互咱有日头通晒；来供给免费的供给咱的空气，互咱呼吸，互人动物在植物通来呼吸。上帝照顾天顶落雨土在五谷杂粮继续来供给人，来饲活咱这个人类，这是何等的伟大！咱应该存着这个感恩的心，应该存着这个敬畏的心。所以诗篇第9章第7节来讲，唯独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伊已经为着审判来摆设伊的宝座。第9篇第10节来讲，洪水泛滥的时阵，耶和华坐着做王，耶和华坐着做王，直到永远。一旦我讲到洪水泛滥的意思，就是讲到灾难临到的时阵耶和华仍然做王。有时咱拄着困难，拄着问题，拄着灾难，但洪水临到的时阵，耶和华仍然做王。所以咱来感恩，因着安尼呢，咱就向这位耶和华上帝有一款的敬畏的心。搁再来呢，为什么咱着敬畏神呢？因为耶和华上帝是一位圣洁的神伫伊的内面是恨恶迄个罪恶，伊是忌邪的上帝。伊看到罪恶、黑暗犯罪的代志，上帝非常憎恶无爱，即款的罪恶尊老。咱人犯罪，互伊艰苦心，因为伊是一位忌邪的上帝，所以咱人应该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对待上帝。第4点呢，为什么咱着什么原因咱着敬畏上帝呢？因为当人看到上帝的威严，伊的荣耀，上帝的荣耀，伊的威严彰显出来的时阵人不禁
无法通无对伊的内心啊，对上帝产生一款的敬畏的心。兄弟姊妹，你当咱读旧约吼，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来到曠野，来到这个西奈山骹。摩西讲，这上帝要临到这个山顶，伊要颁布这个10条诫命。圣经是安尼描写，是到了第3日的早起，伫山顶有雷风、雷大声咧弹啊，雷咧弹thunder 有闪电甲密云有云啊，伫个山顶并且有角的声喇叭的声，真大的声音。圣经讲说，营中的百姓真多，你摇摇错，底下你摇摇错，干了这？因为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威严彰显出来的时阵人就产生一款的惊佮敬畏的心情。第五，为什么敬畏耶和华呢？因为上帝不断的、无停的来将伊的恩典福气来赏赐，互咱叫咱有法通领受神的福气。特别是上帝赦免咱的罪，咱是一个罪人，应该得受刑罚，应该得到永远的地狱去受刑罚。但是因着上帝开放伊的恩典，咱伫恩典的时期咱听到福音了后，咱接受主耶稣伫咱的心内时阵，神赦免咱的罪。所以因着上帝的赦免咱应该得对上帝存着一款敬畏的心。所以咱常常着思想神给咱的恩典，神给咱的福气，甲神赦罪的迄款的恩典的时阵，当咱想到这，咱应该着存着感恩的心。这亲像圣经撒母耳上12章24节迄搭甲咱讲，伊说：只要恁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真心来侍奉伊，来想念伊向恁所行的代志是何等的大。当咱思想神的恩典、神对咱的慈爱、怜悯的时阵，咱就存着感恩的心，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最后一点，为什么咱着敬畏耶和华上帝呢？因为耶和华上帝，伊是一位公义的真神，伊对世间世间人要实行审判罪恶的代志，伊无将有罪当作无罪，也袂将无罪当作有罪，因为神是公义的。是公平的，伊要审判咱世间人的罪恶，所以咱就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呢，咱伫地顶所犯的一切的罪恶，无论是大，无论是小，上帝有一日要审判咱。咱伫上帝面头前，因着咱的罪恶、咱的黑暗，定伫伊的面头前徛了袂徛咧调，因为咱要受审判，所以咱伫世间所做一切，应该着负责任，对咱家己所做着负责任，所以毋通随便来犯罪得罪上帝。趁着咱现在还佫有机会的时阵咱还佫生命存留的时阵也要离开世间的时阵咱听着福音，咱听着神的话，咱听着读着圣经，伊甲咱讲，犯罪人上帝要审判的时阵，咱今仔日还佫有机会的时阵，应该着赶紧的，毋通眼前的来到神的面头前向伊认罪悔改，来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上帝借着耶稣伫十字架顶流出伊的宝血，被钉死为着要赎咱的罪，叫咱相信咱的罪要得到赦免。因为伊伫咱
伊伫十字架顶替咱的罪来受刑罚啊。所以圣经讲，咱若是认家己的罪啊，神是信实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的确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去咱一切的不义。不义就是咱一切歹的代志。感谢神，咱应该着敬畏上帝。以上这几点啊，互咱着好好来思想，为什么咱着敬畏神？那么这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到底要得到什么款的福气呢？圣经列出真多啊，咱无法能完全的讲出来，我只有讲一部分。所以兄弟姊妹，咱啊，伫世间啊，拢渴望咱的一生一世哦，拢要得到福气。但是圣经却甲咱讲啊，独凡敬畏上帝的人，才有法通真真正正来享受到神所托咱丰富的恩典甲福气。真侪人错误了，为什么呢？因认为幸福福气啊是地下真侪钱，银行真侪钱，这个是真正福气。但是咱看世间，为什么有真侪人都真有钱啊？但是伊袂快乐啊！咱将幸福啊，英文啊讲真着 happiness， 就是幸福。敢若是有诶真侪人地下都真侪钱啊？为什么因无 happy， 因无快乐呢？可见啊，幸福还是这个福气，毋是金钱所有法人互咱的。圣经甲咱讲，真正的福气是这个人对上帝有这个敬畏的心态，尊敬神，而且叫敬伊啊，得罪伊，这款的态度，上帝会祝福伊。所以简单的讲啊，敬畏神呢是这个一种发自内心对上帝存着这个尊敬、崇拜、佮尊敬迄款的心情，还是心态，并且伫咱的生活顶面啊实践出来，就是实行出来，实行尊敬上帝心。所以这个人啊，对上帝尊敬啊，伊咧奉献的时阵是存着这个敬畏心来奉献。这个人来到神的面头前来敬拜的时阵，是存着用诚实甲真理来敬拜上帝。这个人听到神的教示的时阵，伊就存着这个敬畏心，将神的话藏伫内面，并且来实行出来。上帝甲咱讲，毋通犯罪，毋通做犯奸淫，毋通做这项，毋通做迄项的事做。咱人听见了，应该存敬畏的心啊，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敬畏神啊，是这个对内面对神的真实的尊敬，甲有存着这个惊吓、惊得罪伊的，并且来顺服伊的意思，顺服伊的假示，这款就是敬畏。那敬畏人呢，有法得到上帝的祝福。下面几节圣经我读互咱听。诗篇25篇第12节到14节安尼讲：上啊，敬畏耶和华，耶和华的确要指引伊当选择的道路。咱要选择道路，到底咱的人生道路要行到一条，要创什么？伊说，凡也是敬畏神的人，神要指引，要保伊行对的路。13节，伊的确要安然徛起，伊的后代，伊的后裔，的确要承受地土，承受上帝的产业。第14节，耶和华甲敬畏伊的人亲密，
伊的确要将家己的约来指示因指示因。上帝甲怀敬畏神的人真亲近亲密。诗篇34章4篇34篇第7节第8节到11节10节到15节安尼讲。第7节34篇第7节安尼讲，耶和华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会四周围来安营保守来搭救因，来拯救因。知道神永远还敬畏神的人神要派天使伫伊的四周围安营。安营意思较咱亲像军队security guard 伫咱的四周围甲因保护咧。上帝要派天使来保护伊。第8节，恁着试试主恩的滋味，就知影伊是美善的。投靠伊的人是有福气咯，反而是倚靠上帝人，伊是有福气的。第9节，耶和华的圣民咱是伊的百姓伊说恁着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伊的人是一无所缺。什么叫做一无所缺的？无一项缺欠。上帝知影咱的需要，身躯的需要，心灵的需要，咱所需要的，上帝要供给予咱，一无所缺。感谢主的恩典。伊讲少年少壮会使也个是会腹肚枵，也个是缺少食面但是我祈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拢无缺什么好处拢无缺。15节，耶和华的目睭看顾义人，上帝的耳要听因的呼求。即搭是讲到上帝要听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祈祷17节，义人的呼求耶和华听见了，就的确要救因脱离一切患难，一切患难咱的祈祷，咱的患难，咱就来到神的面头前祈祷，伊要救咱脱离一切患难。18节讲，耶和华亲近还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咱有伤心艰苦的代志，咱来到神的面头前来祈祷，来求伊帮助。神要安慰怀伤心的人，要拯救因。22节，耶和华救赎伊的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伊的人，的确袂定罪。因为神赦免咱一切罪，咱在敬畏神的人，那是神的儿女最后读几节圣经来做咱的结束第诗篇112，诗篇112篇的时节一搭安尼讲，伊说恁着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心喜爱伊的命令，这个人就有福气一搭明明甲咱讲，恁着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来欢喜伊的命令，神的话语，这个人就有福气咯。伊的后代伫世间的确要强盛这个毋但祝福咱，要祝福咱的后代要强盛。正直人的后代的确要蒙福伊家中有货物有货色就是所需用的，上帝供应。有钱财，伊的公义要存到永远这是物质上的赏赐正直人伫黑暗中有光，要向伊发现。伊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予人，接待予人的，这个人代志顺利
伊被审判的时节伊要说明家己的冤，伊永无动摇，依然被纪念，要直到永远。伊的确无惊凶恶的消息，伊心坚定，我靠耶和华。伊心确定总无惊吓，直到伊看见敌人拄着遭报伊私下钱财来接济怀贫穷人，伊的仁义要存到永远，伊的角的确要被高举，大有荣耀这是讲到上帝要祝福怀敬畏伊的人。最后2节圣经是安尼讲。伊讲上帝所托咱的跩应允伊无啥物随便讲出来，佮收回去咧。上帝讲出来话，无随便倒替物力一定要照顾照伊所讲话来实现。所以最后咱要读这个以赛亚书第55章的第10节甲11节。安尼讲，伊讲落雨甲这个落雪是对天顶降落来，并未返回却要滋润地顶这个地土，互地顶发芽结实互所野种的有种要互怀要食的有粮食通食伊讲我的嘴所出来的话，也的确是安尼，决袂多年的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代志。伫我发伊去成就的代志顶面，必然亨通。伊的意思是雪对落来，雨降落来，就是要滋润，要互跩粮食跩栽的物件有法通大长起来，来饲活，互人通享受，通来食。上帝伊讲，伊讲出来的话无随便说收回起来，亲像伊讲雨，就是要互跩地有水分，通来跩大长发芽，发芽子。上帝的话语讲出来，伊无随便收回，的确要按照伊所讲的来实现、来成就，为着是要祝福咱人。感谢主的恩典，神是信实的上帝伊的话一讲出来，无随便反悔。所以感谢主，咱今仔日来读着，来思想这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是有福气的。盼望咱每一个人听了后，伫咱的生活顶面存着这个敬畏上帝的心，交主亲近，读神的话语，甲祈祷来敬拜上帝。上帝感动咱要做好的代志，咱就愿去做，因为上帝会报答咱因为上帝来尊敬怀敬畏伊的人，并且要祝福同怀敬畏耶和华的人毋但伊本身甲伊的后代子孙得上帝的祝福。是阿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借着今仔日你的话语，甲阮讲，凡敬畏耶和华的人，你就要祝福因。感谢你，今仔日阮思想到这个题目，对阮人类，对属神的家人，实在是大大的帮助，大大的祝福。毋是叫阮听了就袂记得，乃是听了放伫阮的心内来实行出来，叫阮的本身得到福气甲恩典，甚至阮的后代子孙得到福气甲恩典。毋但安尼，阮当阮行出来，伫世间有美好的见证的时阵，别人也是因着阮的见证
人来荣耀上帝的圣名，并且对听见的人、接受的人，也是得到上帝的祝福。阮感谢你，当阮神来祝福今仔日的聚会，叫圣灵做工伫人的心内，叫每一个人听了，毋是放杀，毋是袂记得，乃是存留伫因的心中，伫生活顶面来荣耀你。阮安尼祈祷交托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